Furniture Clinic 家具診所係一間英國品牌公司，公司總部同埋生產基地咧喺英格蘭東北部嘅紐卡素嘅。家具診所集合咗研發啦、生產啦、銷售啦同埋提高服務一身嘅企業嚟嘅。針對用喺皮革、織物同木製品上面咧，我哋生產咗一系列清潔啦、護理啦同埋修復嘅專業產品。涵蓋嘅行業咧就包括咗家具啦、汽車啦、服裝啦同埋手袋嘅。另外喺服務方面咧，家具診所咧亦都提供緊專業嘅皮革護理同埋修復服務嘅。擁有咗近20年嘅專業皮革修復技術啦同埋經驗啦。除咗英國啊、美國有自己嘅公司之外咧，公司嘅戰略夥伴咧都遍佈咗唔同嘅國家啦，例如係歐洲啦、卡塔爾啦、中東啦、俄羅斯等等嘅。香港咧作為家具診所嘅一個成員啦，仲係集團嘅大中華地區嘅總經銷商嚟嘅。負責大中華區包括係國內啦、香港啦、澳門啦同台灣嘅產品銷售同埋服務推廣添。我哋咧就全線引進英國家具診所嘅專業產品同技術啦。業務咧主要包括產品銷售啦、專業嘅修復服務啦同埋教學培訓嘅。歡迎瀏覽我哋集團下面嘅一啲資源啦，了解多啲我哋嘅產品同埋服務嘅。多謝大家。